闸门溪排水系统只要拄到好大雨，就容易发生排水未赴、淹水灾情，也互安中路被人戏称为安中河，多年来造成当地居民真侪烦恼甲不便。佮前几年拢佮袂当出去，离开内底，到这个搭，有时到遮来，有时嘿啊。为了解决当地淹水问题，市府向中央争取亿外经费，办理桥梁改建计划，工程预计伫咧111年顺期进行完工。安中路被调侃为安中河主要是因为排水不及地势低洼。那经过这个桥的改建之后，把桥面抬高1.4公尺，把这个桥长拉长18公尺，把整体的这个排水断面都提高以后，我们希望能洗刷冤中河的污名。借着曾文10号桥的改建，也希望打通水流的任督二脉，希望让这个人车的通行更便利，让水流的流动也更顺畅。市府工务局表示，目前闸门溪排水第10号桥桥长大约40公尺，改建后会提高桥底悬度，以符合台南地区闸门溪排水治理计划的要求。工程完工了后，将会当提升闸门溪排水防洪的能力，佮配合排水整治改善，有期将会当解决安南区12电地区的淹水问题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